就係呢袋垃圾。呢兩個香港人，每人只係叫咗杯酒，就留喺度2粒鐘嘅咧，仲喺我間鋪猛咁影相噶。佢哋都唔係嚟品嘗美酒嘅，只係想留低曾經幫襯嘅證據嘅咧。將帶嚟嘅垃圾留喺台上面，收上嚟噶，真係港人之恥啊！俾日本東京一間居酒屋禮拜5喺 Facebook 出 po 鬧爆嘅2個香港人，其中一個就係著名日本文化 blogger 劍心啦。佢喺第2日出 po 回應事件。我同個 friend 喺22號晚去居酒屋，我哋食埋包關東煮先入鋪頭。我見間鋪有好多好罕見嘅熟成機自慢，就問老闆可唔可以影相。老闆應承，仲拎啲珍藏出嚟俾我影。之後我哋一人叫咗一杯酒。上菜嗰陣，我哋都有影相，之後就掛住傾偈，傾到就嚟11點嗰陣，老闆話就嚟收鋪，我哋就準備走。等個 friend 喺廁所出嚟嗰陣，我見到每年都出唔同顏色嘅機自慢酒盒，於是影咗幅相。我哋喺鋪頭逗留咗個半鐘，埋單大約620蚊港紙。我喺3日後先知道老闆喺 Facebook 嘅 post， 當晚即刻上門道歉，兼且送上賠罪禮物。我想講，第一，留低包外來垃圾係我哋唔啱；第二，臨走嗰陣再影相，冇再問清楚老闆係我疏忽；第三，我哋掛住傾偈，冇專心品嘗老闆準備嘅酒肴，真係好抱歉。我會認真咁反省，以後會盡力唔再犯同樣嘅錯。劍心出嚟道歉之後，有網民照插，亦都有人幫口。影衰香港人，中港接軌啊！留低垃圾係唔啱噶啦，但係其實店主又誇咗少少嘅。睇下劍心嘅陳述，只係個老闆想搞大件事多啲喎。點都好啦，總之大家記住去旅行要尊重當地文化。